出门在外，千万唔通天公生赢妈祖。最近来到大东兰屿佚佗长时行，兰屿游客一个多，问题嘛对咧多，有人影响到东澳族民众的生活。因为一寡查某游客穿比基尼，亲像画面安尼，世界热潮，有的是走去传统掠鱼的海山堡。咱一般人可能认为这无啥，也毋过在地民风甲保守，希望游客唔通甲兰屿当作是家己厝内伫咧行走卡，都要尊重在地文化。红头丝有特有的甲板船，游客真爱直接翕相拍卡。不过有一个女性，伊穿这个真辣的比基尼，伊完全无顾虑到东澳族人的眼光。伊这款穿插，互人看到真眼热。我们兰屿比较保守，不喜欢那个一些穿一些比基尼，在尊装跑来跑去，会比较保守一点，所以还是要尊重一下。伫遮个连骑奥多麦的游客。有的嘛是安尼穿比基尼，伫个这个环岛公路甲部落内底安尼软来软去，无定着这对少年人来讲是真殊常的。不过这对民风淳朴、较保守的红头树居民来讲，穿安尼实在袂看口哩。兰屿的丁字裤是有文化的意涵，因此不能把它类推。我们欢迎游客来，但是呢，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兰屿的生活。即马红头树的旅游真正夯。客轮甲婚姻机逐班拢客满，不过伫个族内还佫有真侪文化禁区，特别是查某的，伫风雨节期间，就连甲板船嘛无要互女性来接近，也是爬起哩。这甲男女平等是无关系，这是尊重老一辈留落来的传统。当地人嘛希望讲游客会当来互相尊重，这嘛是一般去遐佚佗的人爱去知觉到的上基本的文化素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